好，來繼續來看立法院進前針對中選會人事動議權案來投票表決，但是敢若主委游盈隆甲拿白推薦的委員通過，執政黨推薦的3個人攏無過關。行政院長杜英泰直接點名立法院長韓國瑜，講這個韓國瑜有承諾會協助，但是最後也是破局。杜英泰痛罵在野黨無信用，也毋過國民黨的立委講，完全無聽過有合作甲講好勢這種代誌。發生在國會殿堂裡面，是對國會極大的侮辱啊！我願意補足程序，讓你們補足誠信。行政院長杜英泰佇咧質詢台起噗噗對在野黨嗆聲，就是因為中選會人事案，正義提出名單，有3個人紅殺。去年12月，正義北發新聞稿正式過去，加配合在野黨問人選的意見，時間擱再向前到去年9月，杜英泰不主動向立院院長韓國瑜參詳人事的問題，最後拿贏推薦學者李禮忠、律師蘇家宏，民眾黨是推薦蘇祖橋，加上民進黨提名的人選，最後名單送到立院。今年3月7日，杜英泰強調是拿立白3黨團推薦，13表決進前，擱敲電話給韓國瑜，最後敢若通過拿白推薦的名單，加上主委游盈隆，其他3個人攏逢好決。由各黨來推薦優秀人才這件事情，難道沒有嗎？國民黨要否認嗎？民眾黨難道沒有推薦人選嗎？我覺得這也不可能是事實。我們的黨團大會也沒有講說有任何交換。立院認為雙方已經有共識，不過最後原來紅杯葛，安那拿也是杯會拒絕政治交換。目前中選會已經可以運作了，行政院要不要提人選，那就由行政院來決定吧。後續再補提名的程序，切莫只讓它淪為藍白所能夠主導影響的獨立機關。雖然目前中選會重新啟動運作，不過人事案協商的細節，雙方是個人講個人的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